你哋有冇發現以前畫濃少少嘅眼影都覺得好靚，但係40歲後發現畫深色少少嘅眼影就會望落去顯老呢？其實好多時都未必係化妝嘅技巧問題，可能係你揀嘅眼影顏色唔係太適合你。我之前幫好多40+女性化妝，都發現同一個問題，就係40+以上呢，通常都唔好揀一啲太深嘅啡色或者係灰黑色嘅眼影。因為深色咧會令到眼窩更加凹，令到眼皮下垂，整體望落去亦都冇咁精神㗎。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， 歡迎嚟到40+逆齡改造計劃。今日嘅主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揀一個合適嘅眼影，係適合我哋而家呢個年齡嘅。事不宜遲，而家我哋即刻開始啦。頭先都提及到40+，我哋發現化眼妝嘅時候，最好唔好用太深色嘅眼影，或者畫太粗嘅眼線，因為咁樣望落去咧，會令到更加顯老㗎。通常我都會建議揀一啲低飽和度、帶少少珠光效果嘅淺色眼影。例如今日我會用呢一個 Camic 嘅眼影做一個示範俾大家睇。呢個顏色咧，其實咧係一個玫瑰色啦，同埋咧你會見到咧佢大部分嘅顏色都帶有少量嘅珠光，都好適合我哋今日嘅主題。你會見到呢盒眼影咧，其實佢都分咗一啲深淺嘅顏色啦。例如呢一格啦，同呢一格咧都係屬於深色嘅眼影。通常咧我都唔會建議成個眼窩搽晒佢㗎。咁或者如果你想用呢啲顏色咧，可以喺眼尾做一個點綴。第二個類別咧就係中間深淺度嘅色調，例如呢一格、呢一格、呢一格都係屬於比較係中間深淺度嘅。咁呢啲情況咧，我哋都可以大範圍使用啦。咁另外淺色呢一啲位置咧，可以做翻個我哋叫 highlight 嘅。通常我會選擇一支眼影掃，個頭咧相對比較鬆啲嘅，搽出嚟個顏色會冇咁死實，冇咁深色。跟住咧，我會用呢一個中間深淺度嘅顏色，都係偏淺同埋帶少少珠光效果啦。我會將佢搽喺眼蓋上面，大概呢一個位置，去到啱啱眼窩呢個位，左右來回掃幾下。其實你已經見到有一個淡淡嘅粉紅玫瑰色出現啦。通常咧，我哋咧都會選擇一啲比較淺色嘅眼影咧，摸落去個眼皮冇咁重嘅。技巧唔夠，先再喺上面堆疊多一層。你會見到，因為個眼影本身都帶有少少閃粉嘅效果啦。咁佢呢個閃粉亦都唔係一啲好大粒、好誇張，所以你會見到個眼妝望落去咧，精神得嚟又唔會話太誇張㗎。你會見到咧，呢盒眼影都帶有一支眼影棒，但係因為佢係 cotton 嘅關係咧，所以會比較實色啲。如果你想化個眼妝，例如眼尾重點有多少少顏色，你可以用呢一支 cotton 淨係做眼尾個位置。跟住再攞支細少少嘅眼影掃，我想喺眼球中間做少少 highlight。今次咧就揀一個比較閃嘅顏色，呢一個帶閃同埋比較淺嘅顏色，我就喺中間呢度做一個立體嘅感覺。你會見到眼蓋上面嘅顏色咧有透亮感，同埋亦都會望落去精神啲。跟住咧到下眼影，下眼影嘅話咧，我會建議佢個顏色咧比上眼影深少少。咁你會見到呢一種嘅妝效出嚟嘅效果咧，望落去真係會後生啲啊！下眼影我要需要更加細緻，所以咧今次我會用一支斜頭嘅掃啦。我會選擇一個比較深少少嘅顏色，呢一隻。呢個顏色咧就係帶灰調嘅玫瑰粉紅色，我會攞少量，跟住喺下眼線呢個位置輕輕搽一條，由眼頭去到中間去到尾，尾咧你可以拉長少少，同埋我唔會跟我個眼型向上兜嘅，我會打橫拉出嚟。有個放大眼睛嘅效果，跟住用一支細嘅圓頭掃，我會攞淺色呢一格畫臥蠶啦，喺深色嘅眼線下邊呢度。圓頭掃嘅好處會令到呢個臥蠶嘅 highlight 冇咁死實同誇張。嗱，你會見到咧會比較自然啲嘅。
跟住當然要加翻陰影啦。陰影嘅話咧，就用翻同一個顏色，就係呢一隻，同我下眼影嘅顏色一樣嘅，用翻呢個做翻個陰影。因為由於佢帶灰調，所以佢有收縮嘅效果，可以攞嚟做陰影。而同時間咧，佢會同個眼妝嘅顏色會好配合，因為大家都係同一個色調㗎，都係玫瑰顏色。畫咗少少嘅陰影喺呢度就可以㗎啦。會見到成個眼嘅立體感覺會更加明顯嘅。當然喺眼頭做翻 highlight 啦。咁你可以選擇咧，如果你想個眼妝sharp 啲，咁你可以揀呢個閃啲嘅做 highlight，或者你想低調啲，可以揀呢個。呢個係冇咁多閃粉嘅，咁我就喺呢度加少少光，做個立體嘅感覺。最後我會畫眼線，用啡色嘅眼線筆畫喺眼睫毛根部嘅位置，眼尾可以少少拉出嚟嘅。大致上嘅眼妝就完成啦。呢一個顏色咧，你會見到自然得嚟啦，又會有立體感，非常適合40+，因為佢唔濃妝，所以你會見到咧成個妝嘅效果咧都會比較清透啲，同埋年輕啲嘅。我會用呢盒眼影做埋其他點綴嘅位置，例如咧我會做 highlight 做陰影嘅，例如 highlight 我會用呢隻色，陰影我會用翻呢隻色，因為帶灰嘅顏色可以做陰影，光嘅我哋就可以做 highlight。我會揀呢一個比較幼身少少嘅閃粉喺鼻梁呢一個位置掃一筆，你見到呢個光澤感係非常之自然嘅。跟住喺鼻頭好似打圈點一點，好啦，下巴呢個位置如果你想個上唇望落去有少少突出嚟嘅感覺咧，你可以喺呢度加少少嘅。跟住我會喺呢一個位置打亮少少，蘋果肌打斜呢條線，見到呢一個光感咧都非常自然嘅。跟住咧就到陰影啦，陰影咧我就會攞呢一個帶灰調嘅顏色，就係即係頭先我畫下眼線嘅位置。我會做翻鼻影啦，由於咧我會用翻同一個色調啊，所以咧你會睇到成個妝咧個融合感好強。鼻梁呢個位置掃翻少少，鼻頭想收細咧，我都會係成個鼻下邊咧輕輕掃一層呢個陰影。成個鼻即刻立體咗好多啦，跟住下巴我都會加少量嘅尖翻啲，最後做翻同色調嘅胭脂啦。呢一個顏色咧就屬於乾燥玫瑰色嚟嘅，都係帶灰調嘅胭脂色啦，所以咧出嚟效果亦都有修容，望落去塊面細少少㗎。胭脂嘅位置咧，我會上喺高少少嘅位置，貼近眼底。我好鍾意呢一個粉紅色，因為佢有少少望落去曬傷嘅感覺，顏色望落去都比較 fashion 啲嘅。跟住中間鼻梁我都落少少，跟住加返淡淡嘅唇彩，成個妝就完成啦。呢個唇彩嘅顏色咧，都係一個玫瑰嘅顏色，變咗成個妝咧都係非常之配合。今日個妝就完成啦。大家記住，40+ 眼妝唔係越濃越靚，而係用光影提升立體感。其實眼妝都有多唔同嘅技巧，咁可能我會分幾集去講㗎，大家密切留意啊！
今日嘅短片就嚟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 share， 學識專屬40+逆齡化妝嘅技巧。如果大家對1對1個人化妝班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片下揾到聯絡資料㗎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